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盧志軍神父，中華宣道聖言堂嘅本堂神父。我喺呢度代表中華宣道聖言堂牧師團嘅全體神父、執事、修女，向大家祝聖誕快樂。願主耶穌基督嘅聖誕賜俾你哋平安、喜樂、健康同埋希望。願天主嘅愛永遠陪伴着你哋。新年也就要到嚟，我哋在此感謝天主一年來對我嘅堂區嘅照顧、功夫同埋陪伴。我也喺呢度多謝所有嘅教友對我堂區嘅關心，對我堂區嘅支持同埋祈禱。求天主能夠喺新嘅一年當中降福大家，降福我嘅堂區，特別喺新嘅一年當中，使我哋能夠為堂區嘅建設共同努力，為我嘅堂區嘅福傳共同見證，特別讓我哋活出信仰，因為聖堂喺我家，我哋共同去建設；聖堂喺我家，我哋共同去福傳；聖堂喺我家，我哋共同去關心我哋教堂嘅未來希望。求天主能夠降福大家，賜俾你哋平安喜樂。我再一次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年幸福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各位兄弟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志军神父，中华宣道圣人堂的本堂神父。我在此代表中华宣道圣人堂牧师团所有的神父、执事、修女，在此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愿降生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赐给大家平安、喜乐和幸福。特别今年是希望的喜年，让我们永远活在希望当中。新的一年也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再次特别感谢天主这一年来对我们堂区、对我们所有教友的降福和照顾，也特别感谢教友们这一年来对我们堂区的付出、支持和祈祷。那么新年又要开始，我们特别的新的一年当中，祈求天主降福我们的堂区，降福大家，特别我们共同去建设我们的堂区，我们共同用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，去福传，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，让我们能够永远在天主的爱里、平安里，我们去生活，永远活在希望当中。所以在此，我再一次的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幸福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